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3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国信区金牌选手林玉婷、佮铜牌陈念琴，佮最后一批国手今仔回国有3台 F16V 战机盘飞，机场嘛以水门咧迎接。今仔透早2点外，台南市立家一间卖农业机械的店灯火，一间火5个人不幸过往。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地讲，政治现金计数问题是会计师造成的，会计师总是强调讲，拢依法处理。早起郭文地讲要告会计师。咱来看巴黎奥运11号赛果，保信区的金牌林玉婷、铜牌陈念琴，今仔最后一批国手回国了。总统赖清德派出3台 F16V 战机来盘飞，伫机场嘛以水门礼向选手佮有教练团队来致敬。机场有真侪民众来迎接奥运的英雄。林玉婷实真感谢大家鼓励，佮有教练团队的支持，互伊的拍拼甲伊的成绩，互大家看到，嘛互世界知影讲咱台湾伫倒位。欢迎各位。飞行机特别到台湾国门边有3架 F16V 的战机伫空中盘飞，欢迎咱的巴黎奥运代表队的成员归国。这届奥运结束，咱的代表队摕到2金5铜，创队史第2好的成绩。13包括金牌军校林旭婷、无姓区的女将陈念琴等等真侪国手拢做伙返来台湾。飞行机一到停机坪，托机公司就以水门礼来致敬。伫机场内，包括林旭婷毕业的英国工商师生等等几百个卖将拢来接机，甲现场是客甲擦，国手嘛真亲切，一直咧握手致意、签名翕相，不管啥物拢配合。林旭婷一看到妈妈，母女是亲情咧揽咧，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来接机。林旭婷是感谢大家对真远的所在来，一路替国手来加油応援。因为有你们的支持，让我这个成绩，然后让我的努力可以让你们大家看见，那让世界知道台湾在哪里。谢谢林玉婷的坚持哈，为中华台北金牌封关战哦画下完美的句点，让我们这次2024巴黎奥运会能够以2金5铜的好成绩画下完美的句点。林旭婷感谢教练詹志强替伊承担真侪代志，对台湾查某囝的称号，林旭婷讲真公认会当得到这个称号，不过经到头嘛必须爱承担更较侪责任。有一种一夕之间就是睡一觉醒来，然后就得到大家的关注，那我觉得还蛮荣幸、蛮荣耀，然后可以获得这个称号，但同时就是肩膀上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除了这场闹热的机场欢迎会，8月56日，大总统要伫总统府内面接见咱巴黎奥运的选手，而且举行英雄 party， 后壁特别进行台湾英雄大游行，让国人会当拢来看到咱英雄的风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透早2点外，伫台南市六甲区宣湖路一间卖农业机械的店着火，一家伙5个人掉伫火场。消防队伫透早5点甲火拍花，伫厝内找到5个人，一对翁仔某甲3个囡仔拢不幸过往。因有一个13岁查囝，针对舞蹈团去意大利表演，闪过一场火灾。着火原因目前搁调查。半暝，台南六甲这栋3楼大铁厝的透天当咧庆贺烟，明显看出着火。消防局接到通报，赶紧派19架车、37个人赶去拍火。消防人员到现场了后，发现1楼嘛已经着火，规个烧起来，赶紧救水线拍火。火势一直对半暝2点外，炭烧到透早5点外才拍花。不过在检查火场的时阵，伫咧3楼砍铁厝的所在，发现5个人隆重罹难。因为它有楼梯也有天井，那我们不排除是1楼，哦，有可能1楼、2楼，但是只要有垂直通道，这个烟囱效应很快就会蔓延到各个楼层。哦，最后我们是在3楼的阳台，哦，这个
加盖的铁皮屋那边破穿，终于把烟排掉，已经发现五位的一个大体消防局初步调查，这栋大火徛架是一间农机行，因为现场顶真侪物件熬着火，造成消防队抢救困难。3楼大体厝后壁嘛无逃生出口，加上人家厝内底有天井，造成高烟甲火势传烧了真紧。这个厝主是一个45岁姓陈的查甫人，伊甲38岁姓吴的家后，阁有4个囡仔大做伙，敢若大汉祖囝伫咧搁外表演，无伫咧厝，逃过一劫。伊就所在下啦，无法度人买啦。我当然就唔知讲我生的嘛唔知。因为我看到他大儿子在2楼的阳台在用自来水在浇他们的遮雨棚。后来我打电话打完，他就不见人影了，他又冲进去。台南市长黄伟哲透早收到消息，嘛赶去现场关心慰问，只是协助火灾善后。消防局嘛呼吁民众徛架莫点伤济熬着火的物件，而且爱装徛架火灾警报器。量早发出警报，量早逃生。也若是火灾原因，也有待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地大选政治现金做假销的争议，佮继续在传烧。会计师端目前将声明强调讲，签证的服务拢是依法在处理，嘛强调讲伊拢是家己查销。佮别讲民众党是开记者会故意无要找伊去。民众党今仔嘛回应讲，端目前早就承认讲，伊无通知竞选总部的人员，家己甲老大交的2000多万分做交易，用其他的公司来报销。郭文地今仔早起是搁再强调讲，伊会找财务长甲端目前来对质，佮讲要找律师去告会计师。我们直接叫律师告他就好了。若是讲要告会计师端目前，郭文铁也强调，会找迄当阵的竞选办公室财务长李文忠甲端目前来对质。郭文铁现日被介绍风波，会计师端目前昨日透过声明反击，强调伊提供签证服务拢是依法规来办理，而且也放话讲，迄当阵是家己一个人去查销。民众党也阁调工未请伊去昨日的记者会，因故民众党也再度反击。端木正他凭空捏造输入进去的这些账目有没有发票，有没有单据？如果没有的话，他是怎么输入的？有没有人指使他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的话，他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但李兰表示，查出假销的不是端木正甲伊的助手，批评端木正迄当阵只是坐一边啊看大家查销，也只讲端木正有当场承认，伫无通知任何竞选人员的情形下，家己调节，甲认为底少的2000多万分做9条项目核销，广告包括视乐、牛等公司。但李兰强调，重点是无假发票，完全拢是家己假做的。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到出国进前，记者打电话给端木正，并无接电话。民众党现日政治现金的风波，民进党的立委吴子尧批评民众党讲真侪疑点拢无讲清楚，愈解释颠倒问题愈多。显然不会是会计师能够去左右跟主导的。所以现在全部甩锅给会计师，除了会计师本人不愿意吞下去，我想社会也很难以接受。民众党的发言人吴宜选也证实，迄当阵的竞选办公室总干事黄珊珊，也个迄当阵的竞选办公室财务长李文忠，拢是党员，对这件代志要相对应的责任，经络已经自请调查，中评会也拢会依照规定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外界认为真有机会乘做日本后任首相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就破幕，带议员访问团来台湾访问3天，今仔嘛甲赖清德总统见面，双方是针对台日合作，阁有区域政策来交换意见。同一时间美国民主党的女性众议员访问团嘛来台湾，伊用实际行动要来展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被认为是日本后一任首相联盟连选之一的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带领跨党派国会议员所组成的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指挥访问团来台湾访问3天。13早起会见赖清德总统，赖总统表示，台湾跟日本是互相扶持的伙伴，希望会当做伙面对挑战。面对中国崛起对印太区域的和平的威胁，台湾有决心守护台湾的安全，也有决心跟民主阵营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非常希望跟日本等民主伙伴一起努力，撑起民主保护伞，
守护民族自由的价值。価値観を共有いたします日本と台湾がこの地域において抑止力が確保されるように、そしてまた経済が発展していくように、そして国民一人一人が安全で安心できるように共に協力をし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れば幸いであります。表达希望台湾日本合作，加強協作的力量，來確保台海和平穩定。其實唔那是石破茂，一個訪問團的成員，攏捌佇咧日本政府部門擔任防衛大臣、加外務大臣等重要職務，對國防安全加印太情勢攏正了解。另外，美國嘅民主黨女性眾議員訪問團也來台灣訪問。當前面對極權主義的擴張，台灣非常期待能夠跟美國加強合作，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This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has evolved because of potential aggression from the cross straits. But we want you to know that we are steadfast and resolute in our support for Taiwan. 美國眾議員瑞翠克蘭表示，訪問團以具體行動展現對台灣的支持，將會繼續關心中國的侵略行為，希望會當進一步推動台美緊密的伙伴關係，促進區域的和平、穩定加繁榮。記者綜合報道。昨下晡，台南成功大學一灣港澳親像是陽性發作，賽車雄雄對校園高速衝出去，啟動着幾啊台的汽機車，造成一個騎奧多擺的查某人當場死亡，還有4個人受傷。路下真濟人咧行，無到幾秒鐘，突然間有一台駛正緊的轎車直接撞入來頂仔卡，互大家驚一個。對另外一支監視器看，這台銀色的轎車對成功大學學校內面衝出來，直接撞到駛佇咧路的一台黑色的車，規台車勢要一輪才停落來，又個撞到6台奧多擺。它速度應該有到100吧，它左右在撞，然後它衝出來的時候飛來，它先撞我們警衛室這邊，然後飛出來直接撞到這邊。速度正緊衝浪，造成一死4傷，零件碎片也甲規塗骹。被撞的黑色轎車車頭規攏冒氣變形，撞人的銀色轎車前座的安全氣囊裂開，有人騎奧多擺互伊撞到，也唔知發生什麼代誌。完全不知道，我就這是正常這樣慢慢的行駛，而且我到那邊忽然就我一聲來哈，就把我撞倒。代誌發生佇咧12下晝，54歲姓林的駕駛是成大圖書館的職員，伊講是因為陽性發作，為一位女性騎奧多擺經過，拄好互伊撞到，當場不幸死亡。伊的大家接到消息趕來現場。伊下班要去載囡仔啦，伊個囡仔讀幼稚園，啊，就要載囡仔。咱國內不規定有陽性的人袂用考駕照，驗過這項法令，互人認為是對身障者的歧視。交通部研議了，佇咧2020年修法，放令佇做過2年以上無發作的人，會當有條件考奧多擺抑個小型車的駕照。佇咧2年要換照的時陣，要有醫生開證明講這段期間攏無發作過。因為駕駛者都受傷在急救中，我們還不了解原因。那待那個傷勢穩定之後，我們再來釐清原因。姓林的駕駛酒測台是0，因若車禍的原因抑閣佇咧調查，警方將會調病例來確認是毋是有相關病史。案件是以過失致死罪方向偵辦。記者綜合報道。新大校門口即件造成1個人死亡、4個人受傷嚴重的車禍，駕駛講伊雄陽性發作。其實咱台灣本地是規定講陽性的患者是袂當考駕照，因為聯合國公約認定講這是歧視才修法。在2020年開放陽性患者有條件當考駕照，這幾檔陸續擱再修法。今仔解破新聞，咱就請嘉順來為咱說分明。是主播。其實呢，佇咧過去，咱台灣國內是禁止陽性的患者來考駕照的。不過，因為這款規定是違反着聯合國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講這是對陽性患者的一種歧視，所以佇咧2020年的時陣呢，咱就有修法來放令，互輕度陽性的人會當去考奧多擺甲汽車的駕照。條件就是要經過醫師的診斷，摕到2檔內陽性控制了真好、無過發作的證明，才會當去報考。而且每2檔攏得愛去做醫師來複檢，摕到3個月來診斷證明，才會當去換駕照。若是佇這2檔內有捌發作過，這駕照就要交轉去哦。但若這狀況恢復穩定，過2檔陽性攏無過舉起來啊，就會當去申請換照。
假使讲无照规定去复检，也是无甲驾照交转去的，安尼咱这主管机关就会当来将这张驾照注销。也是讲咱这驾驶也是坚持要无照来赛车，相当呢是会当罚到24000块这么多。也毋过为着要减少阳性的患者发病出车祸的风险，交通部伫咧去年就提出要来修法啦。希望公路主管机关会当透过卫福部等等的部会，摕到患者就医也是保险的记录，主动来掌握者有阳性的患者，要求因得爱定期去复检换驾照。目前这个修法草案是已经提报予行政院，再个等立法院来审查。如果伫咧今年就会当修法通过，赶紧来实施。其实大约8成的阳性患者拢会当透过治疗来控制病情，咱得爱照起工来食药啊，按照规定去复检去换驾照，才会当兼顾到交通的需求甲安全。咱今仔日个解判新闻就讲到这，所来将镜头交转去予主播。多谢雅顺哦，咱佮继续来看9当前桃园新屋保龄球馆的火灾，造成来消防员殉职，业者刘德斌第1、2审法官是依照消防法来判刑6当10个月哦。今仔高等法院经1审是改判刑罚的失火所烧火主体罪，改判业者6个月有期徒刑，是当依科罚金哦。消防员嘛质疑讲，到底谁会当来为消防员的不幸殉职负责任呢？火势真大，消防人员到场拍火，暗过即就拍火进步，造成6个消防人员殉职。全案都伫2015年桃园发生的新屋保龄球馆大火。经过9年外时间，业者刘德斌为1、2审被判6年10个月。伫最高法院撤销发回了后，高等法院经1审13极专改判有期徒刑6个月，应一科罚金，全案应上诉。火灾的原因是由于西南侧仓库旁的女更衣室垃圾桶有未熄灭的烟蒂与垃圾闷烧后产生可燃烟雾以及明火。另外，本院认为被告在救灾的时候并没有故意或者是过失的干预，不当影响救灾的可责行为。业者得到轻判，主要原因就是经批审合议庭。依照最高法院法规意旨，认定火灾发生毋是电线烧拍电，是分giải甲粪扫翕咧烧，才会产生变甲效应。加上当地消防队接管火场了后，业者也无法度介入指导或者是误导救灾，有客观应规则需求，所以为原本的消防法第35条前段致人医死罪，改用刑法失火烧毁主体罪判刑。既然法院觉得政府没有责任，法院也觉得业者没有责任，那请问今天这6位学长的殉职到底是谁有责任？那请问错的是谁？难道是这6位学长吗？面对业者改判，尤其前消防人员造成的小错会表示，虽然有地方政府和业者拢陆续互法院认定甲消防人员死亡无关系，乃造成殉职的结果，至于到底是什么人应该负责？不过这个进程依然无摕到桃园消防局甲业者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际油价哦，暂时起超过3%，咱国内民众嘛正关心讲10月份的电价敢会起价咧。台电是表示讲哦，会继续来观察国际油价，提出因为的成本来报告，交予审议委员会做讨论。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是呼吁讲，电价审议委员得爱考虑民生的安定上重要。国内10月开始的电价会伫9月电价审议会内面定案，因为电价若起有可能带动其他物价嘛起哩，加深人民生活负担。今日起，行政院长杜英泰13参加活动，嘛向电价审议委员会来发话。如果没有很特别的重大的需要的话，我是认为电价审议委员会当然也会跟我们一样，以民生安定稳定为重要的需求跟考量，所以这一点，我想大家也不必过于太大的焦虑。目前台电因为成本除了爱面对行政院拨1000亿的预算，敢唔到位，就连燃料成本最近嘛有起嚟的趋势。观察国际油价已经伫拜1大起超过3%，布兰特原油每一桶来到82.3美金，起伏是3.3%。西德州原油每一桶超过80美金，加上伊朗抢讲要报复以色列，拢互中东原油的供应价小比来恐惊会大幅变动，因为台电大多数
拢挖靠进口的国际燃料，未来唔但营运成本恐惊会增加，敢会停起10月电价嘛牵动台电今年营收的状况。我们的成本估算里面本来就是有所谓的各个燃料的估算，那它会考虑到最新的燃料的变动，去估算它有可能的这个所谓的它的燃料的平均的购价的值是多少，然后跟委员来报告。我认为应该要符合使用者付费的精神。你现在使用的是这个燃气发电，如果国际化石燃料的价格出现波动的时候，对台电而言，那它的营运成本当然就会上升。学者呼吁讲，电力计上嘛是要靠回归使用者纳钱的概念，不是干那靠行政院来拨补。建议政府和台电要定思考能源政策，敢要来调整，再当互台电避免因为国际燃料价格的波动，造成营运成本起离而且亏损。记者综合报道。环境部最近针对国家环境保护计划提出修正的草案，早起嘛甲地方政府各有民间团体开会讨论。也毋过今仔早起就有环保团体抗议讲，环境部的草案要态度封锁地方、生态佮海洋保育等相关的计划。因批评讲，生态的保育袂当只存做半套。邮报条夹票起，来自台湾各地环保团体抗议环境部国家环境保护计划研商会议所提出的修正草案，甲地山防灾、生态、海洋保育拢总抬调，干那要做环境部的负责项目，批评政府环境保护干那做半套。国家环保计划是被自攻了。要改善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慢，慢吞吞，根本就是一个乌龟计划。万一新竹生态协会指出，环境部讲因为相关法令已经有相关部会立定，所以就免搁再列入去。不过环境议题无可能切割，以检讨来讲，若无去考虑到生态保育，同款的对环境不利，批评环境部无应该自我矮化。这层级不应该只有环境部，环境部也不应该自我的一个矮化。针对国家环境保护计划要推动固体再生燃料 SRF， 还有空污消毒案，环团代表嘛表示要反对到底。还是魔鬼藏在里面，不仅是漏洞而已，而且会危害国人的健康。这届研商会议有邀请地方政府甲民间团体参与，环境部表示会继续收集各界意见。顶届国家环境保护计划修订是109年，这届修订是因为环境部去年升格改制，回归到环境部的业务，相关议题都要定搁再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毋那 AI 高科技产业需要大量的用电，病院嘛是碳排甲用电的大户。卫生福利部部长邱泰源是指出讲，今年甲明年拢有预算来鼓励病院减碳，学者嘛建议讲应该要展开专门的碳盘查，才知影讲问题出伫对安怎解决。AI 甲静宜大工产业常常被认为是家电怪兽，毋过其实国内医疗院所温室气体排放占全国排放比例将近4.6%，比全球平均值较悬。安尼情形，也毋那是只有台湾发生，国际环保团体形容，那全球的医疗部门是一个国家，伊会是世界上第5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今年其实都已经有编预算，明年会编更多预算来给来鼓励所有的医院往这一方面来做碳足迹的一个了解。要安怎寻求降低碳排解放，加做各大医疗院所尽速解决的问题。以上河病院为例，这几年透过能源、水资源管理加数位转型，毋那省人力金钱，也大大减少碳卡车。最近4年，我们大概进步的幅度是20%。好，那另外在能源密度上面，我们也控制在220左右。那这个数字是优于国际的一些医院的平均值。台湾400多间病院用电量伫非生产性事业排名第1，占比16.9%。每年所用电量比高铁代替等交通工具较悬，学者建议医疗院所第一步要先做全面性的碳盘查，尤其是空调、照明甲电梯。一个单位它空调所需要的程度及照明程度，逐个房间、逐个单位去做，这个没有一触可及的方法。提出以来上大的排放源对症下药，将互能源管理更加有效率。想要对着国际净零排放的目标，国内医疗院所都要赶紧咯。记者综合报道。
大概哦，风台扫过，菜色拢贵到买无离手哦。环保团体是指出讲，风台造成地基内菜价起，极端气候其实嘛带动长期的农产品佮有肉品起价，会当讲是另外一种的气候同会碰撞哦。有学者嘛建议政府应该量早做一寡大型的研究来应用。7月底，卡比风台升腾台湾，真侪菜色起价。天气除了造成地基菜价起，环保团体发现，极端气候也带动长期的农产品起价。亲像2021年到2023年期间，鱼仔起3.4倍，葱仔起4倍。为此是因为极端气候造成的气候同会碰撞。极端气候事件的确在推升物价。而且消费者也担心，未来气候通膨会加剧，会影响到大家的荷包。有关于蔬果畜产也好呢，它的一个重大的影响，连带的也影响到我们食物的一个价格，那当然也影响到我们的荷包了。环保团体表示，可汗天气烧热等等极端气候，唔来直接致使农产品起价。因为台湾贴布业用的黄豆、番麦等等饲料，拢是依赖进口，致使各国的极端气候也会互国内的肉品起价。亲像猪肉2021年到2023年，每公斤也起卖19块。那我们必须要有很好的研究，我们必须要很好的这个数据的依据，好。那我们知道它冲击是什么，对我们的风险是什么？那它未来40-50年它的进程会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农林渔牧业呢，要能够事先让它变得更具有韧性？学者建议政府要启动详细的大型调查，研究极端气候对国内未来的影响，事先准备好势。亲像若有详细的预测数据，咱就通互咱的农业大先准备改良、设备改善等等，提早因应风台、高温、大水河、可旱者的威胁。记者李玉凯台北报道。来关心今年第7号风台安比透早形成咯，目前是轻度风台哦，强度会得继续增强。安比伫这礼拜六礼拜上挖进日本的关东地区哦，所以提前准备要去日本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拜四开始，低压带接近台湾，中南部地区天气是真无稳定。这礼拜六礼拜哦，全台湾拢会落雨，中南部地区哦，嘛有可能会落大水雨。大台北有一寡地区，无到10点半，温度就升到36.5度。全台湾中昼进前翕过热，中昼过了后，对流旺盛的天气形态，又搁再连续2天。自拜四开始，伫咧低压带挖过台湾。西南风、面风的中南部地区天气开始无稳定，到拜六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雨。周末到下星期之初，中南部的降雨是整天性的降雨，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如果对流更旺盛一些，就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其他各地降雨时间也不会只有在中午以后，但其他各地中午以后也会有明显的像局部性大雨，甚至局部性豪雨发生。民间的气象公司分析，受到中国低压带建立。南海到台湾的西南季风搁再度增强，自拜四开始，中南部沿海开始会降雨，落雨可能会落到后礼拜前几天。另外，今年第7号风台安比伫拜二透早形成了，以1点钟11公里的速度向北平的方向所震动，强度还搁伫咧继续增强。无排除伫咧挖过日本关东地区时阵，会变作中度风台。目前比较有可能是在关东的近海这个地方掠过。那因为它距离日本关东还蛮近的哦，所以很容易就有机会影响到东京这一带的这个天气的状况。所以如果要前往关东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哦，尤其是在16到17号这2天。天气分析师提醒讲，伫最近若要去日本东部的民众，要注意天气的变化甲航班的资讯。而目前除了安比风台以外，伫日本东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 TD9 也可能发展成为风台，有7个路线会继续向北北东的方向所震动，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昨公布媒体报道儿童性暴力事件的指引，要求媒体报道的时阵，要避免写出非法网站的全名，嘛禁止使用亲像传播名啊、公关名啊这款有美化性不实的词。
最近性影响论坛的新闻，伫咧性暴力含儿少性剥削议题上引起真侪讨论。为着要加强保护儿少含性暴力被害者，卫福部杂志公布媒体报道儿少甲性暴力事件指引，其中增加5大事项，亲像在报新闻的时禁止使用传播名、公关名这寡有美化性剥削的词，公关妹啦、传播妹，然后甚至什么甜心保养的甜心妹之类的，类似这样的一个名称去美化这样的一个职业，但是它就很容易让儿少误解，他可能看不到里面被剥削或者是辛苦的地方，对，而进入这样的产业。另外，亲像在报非法网站的新闻，比论创意书房的名，卫福部嘛建议媒体用代号，也是甲几个字砍掉来称呼。为着要兼顾报道的社会公共性，这份指引嘛要求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在事件发生以后，一定开新机会，让媒体了解这寡含涉性剥削的事件会当报告什么程度。我们就是希望去揭害加害人或者是机构疏于管理的一个面向，但是这一块应该还是要来订定相关的一个原则，否则媒体还是难以报道。因为只要牵扯到所谓的足资辨识的部分，媒体都会相当戒慎恐惧。监管基金会表示，目前指引针对审计会要安怎开会议，要讨论什么内容等等，这寡细节拢也无真清楚。基金会指出，对媒体来讲，有关加害者和机构的部分，那是会当保卫真有限大众了解资讯的权利嘛受损，所以伊嘛呼吁卫福部应该爱去定出相关的施行细节。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巴黎奥运结束了，这届伫塞纳河办开幕典礼，嘛办游水的比赛哦。法国总统马克宏接待奥运的团队的时阵，就特别感谢讲，因完成这项无可能的任务。世界各国的选手、各游客嘛拢真娱乐这届的巴黎奥运。2024巴黎奥运结束，上面一批运动员也离开选手村。这届奥运总共有15000位运动员参加。巴黎旅游局统计，在赛会15天的期間，吸引1120萬遊客，其中19%是外國遊客。選手甲遊客對巴黎奧運評價攏真高。I think just the whole community feel of it. The games were run really smoothly. I think everyone had a good time. The village was amazing. So just kind of being a part of a wider community was amazing. It looked like a fantastic show that France put up. It looked great, very safe. 2禮拜奧運，法國嘅維安措施是史上上懸規格，敢若是開幕式就動員75000位軍警。雖然發生鐵路被攻擊，也有人想要撞入去比賽場地以外，不過整體賽事依然攏順利進行。尤其是沿着塞納河辦開幕典禮甲游泳比賽，法國總統馬克宏在接待奧運組織團隊時陣，學到因完成無可能嘅任務。Que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était une folie, que la sécurité n'était pas assurable, que la Seine ne serait jamais baignable, que les Français ne pourraient jamais être dans le top 5 des médailles. Il y a eu énormément d'experts qu'on a beaucoup entendus durant ces dernières années pour dire que tout ce que vous avez fait duran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était impossible. 在巴黎奧運結束，真侪遊客、運動員甲官員攏回國，為了要降低遊客帶藏殺入境的風險，南韓一隻藏殺檢驗狗在機場來回檢查。 사람이 실제로 이제 육안으로 보면서 이렇게 찾아야 되는 좀 번거로운 과정이 있었는데 저희 빈대 탐지견 세코 같은 경우에는 그 캐리어의 이 지퍼의 3분의 1 정도만 열어가지고 안쪽에 있는 공기만으로도 어느 정도 이제 좀 감지를 할 수 있는 부분이 있기 때문에 훨씬 더 이제 장점을 가지고 있다고 보시. 所来巴黎帕运会会伫8月28舉行，巴黎奧運組委會也期待在同款有代表性的場館辦比賽，迎接全球帕運選手。 公司新聞張慧玲編輯。再來看全球溫度，佮繼續的升懸。英國漲35度，是今年上熱的一天哦。漲法國佮比利時嘛是有相應。國際上有一份上新的報告是指出講，因為氣候暖化，2023年的高溫造成歐洲有將近5萬的人死亡。未來極端天氣恐驚會更愈嚴重。 英國雜誌是今年上熱一日，測量相關溫地英格蘭東部的劍橋氣溫達到34度8，當地泰國陣遊覽空氣遊客也大化才被消。Hot, very warm. Trying to stay hydrated, but we just have one day, and so we just have to, do this, get everything in. That's right. Yeah.
英国气象单位指出，这是英国为1967年超过60年来，刚来感受到的第11个这么高温的天气。不过当中有8摆拢发生在2006年了后，也显示气候暖化继续更加严重。英国卫生安全局将对这波高温发布黄灯健康警示，提醒年岁较大甲身体条件较歹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伦敦的通勤族12在高温当中上下班，公园内底也未真济来遮凉的民众。 It's not been good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though, is it? Last summer, so I mean, when it gets hot, it's too hot. If it ain't raining, so yeah, when it's out, you got to enjoy it, ain't you? 12个高温也到比利时，高温超过35度。拄闭幕的奥运主办都市法国巴黎，12个高温要36到38度，互真侪观光客拢挡袂牢。 It's so hot anywhere, and I'm coming from New York, so you know I'm used to the heat, but it's still not like that. It's really humid here. 根据巴塞隆纳健康研究院杂志发布的报告，过去10年当中，欧洲在2021年有超过6万人在高温当中死亡，2023年有47690人死亡。这项研究涉及欧洲30个国家的高温甲死亡率，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顶端。研究也发现，那欧洲各国在21世纪无法度采取行动，适应更较热的热天，甲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会增加80%。气候变迁会致使这种极端天气事件变更较侪，继续时间更较长，强度更较大。公视新闻景文庆报道。过来消息，咱来看昨中部落大雨，伫大沙线。 139.9公里的所在，苗栗大湖乡的路段崩山哦，公路局透明抢修已经恢复双向的通车路。另外，台中市石硖区中91线的道路部分的路段嘛崩山，影响到交通。当地里长是望讲会当来启动全面的保护山架工程，才袂一落雨就崩山。 大丛树啊倒伫咧路中，也阁有连落来土石挡条的。第三线139.9公里的所在，苗栗县大湖乡路段12号暗时10点外，因为大雨地势边坡崩塌，面积大约1200平方公尺。警方得到消息到现场封闭道路，而且赶紧通报公路局抢修。大概加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就下很大雨了哈。很大很大。哦，一下子这马路都水啊哈。 公路局当暝11点55分抢通恢复双向通车，天光了会当清楚看到边坡的状况。苗栗公务段强调，因为边坡顶悬也阁有土石，而且当地当日咧进行边坡复建工程，因此封闭上北上外边的车道作为缓冲区，会持续到年底。那因为担心后续，因为边坡顶还是有一些零星的浮在，那所以我们会把北上的外侧车道做一个封闭。那 来做边坡滩滑的一个缓冲地区。台中石硖12号也有大雨，中高在线出现路石崩塌。当地里长表示，山下巷附近的山沟塌掉的，地势水流到路面，造成积水。下溪巷山坡是有崩塌，地啊拢冲到路面了。后续希望说比较容易坍方的那些几个地点能够做用网子啊，做一些喷浆的动作，做护坡的工程啊。 才不会造成这样长期每次只要下雨就有坍方的现象。12号暗时6点雨停了后，永光处立场抢通，当地里长希望会当做整体护坡工程，才袂拄到雨就崩塌。记者苗栗台中报道。再来看云林西里落水溪公有河川地，长期拢有业者违法，甲一寡饲猪饲鸡粪扫倒伫河川地，计共有400多栋。警方嘛已经陆续抓到10个嫌犯，依法上班。 大货车驶对落水溪边个目久，豆豆驶去人较少的所在，直接甲对外关市在内家门等等动物性废弃物全部倒伫溪边，煞唔知影早就互警方查到，当场甲上班。本局刑警大队布线发现，本县西螺镇浊水溪公有河川地长期遭不法业者倾倒堆置屠宰场家禽类废弃物，现场环境脏乱，恶臭扑鼻。 令附近耕种的农民闻之有苦不堪言。警方表示，进前通知云林环保局、经济部第4河川分署会勘发现，现场防违法倒动物性废弃物400多栋，总面积1600多平方公尺，已经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经查，不法业者却运至该地
请到东吴新飞渣负责整地的临张养钱，每车次可收取新台币4000的不少获利，初估获利达41万，令媒介人员以及经验者获利更高达300万元。警方5月下旬执行第2摆巡查，撞到水头不法清运姓陈的业者，搁伫6、7月下旬掠到提供土地防倒废弃物的细占嫌犯。追查发现，这寡动物性废弃物是对台中市台街业者来的。专案10人奉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分入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华联农产运销公司是华联县内唯一公办的肉品屠宰场。最近这几天嘛，陆续向中央申请大约1亿1千万的经费来设肉品的冷链系统。也毋过最近所发现讲有一半的鸡蛋拢生鲜咯，环境阁真垃圾哦。外界就质疑讲，这个钱哦到底是开去倒位咯？为着要了解华联的肉品屠宰场有偌济缺失，县议会农业考察小组专工去勘查，结果发现现场毋但设备旧、天棚生菇，新的设备阁改做家己放摊倒，安尼智慧放袂离，恐惊严重影响到肉品的品质。1亿1000万的东西放在那个破旧的房子里面，然后让它老，让它烂，然后你们在这边说，我还要再增加什么预算？以前是用吊挂式的，现在改用平躺式的，用这样啊，没有吊起来，那个血流不出来，猪体又更快就坏掉。华联县的肉品屠宰场是县内唯一公办的屠宰场，县府为181年开始，甲中央争取到6000万，182年又阁争取到5000万的经费，来改善设备甲建立冷链系统。不过，即摆发现遮尔侪缺失，嘛，互议员质疑，这个钱到底是开位倒位去？县政府农业处的渔牧科，他们是督导，他们要辅导他们，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渔牧科是都在状况外哈。农产运销公司表示，新的屠宰线才拄改变传统靠人力抬低的方式，不过老师傅拢已经退休啊，目前的员工经验较无够。若设备生鲜的部分会定期保养，慢监督厂商调整机器，恢复品质。我们这边要做的就是人力的密集的在教育训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考虑回聘那些退休的老师傅，是不是回来做经验传承？那第3个就是机器的调整。议会强调，屠宰场的冷链计划甲改善，包括电子设施、地面的水沟啊、输送带甲吊牌轨道等等。伫180年新相关预算的时，还未通过就已经完成发包，这过程敢有定答？正方式就要搁调查。记者华联报道。再来看桃园市的富康巴士，去年比前年加行2万外转，有3万架预约失败。审计处是质疑讲车辆的供应无法度来应付需要，调度冇问题。也毋过桃园市社会局是表示讲，因今年已经有增加车辆，嘛整合桃园2区的派车系统已经有做改善咯。因为行动不方便，有真侪坐轮椅的人平常时就靠复康巴士来回病院上班读册。桃园市复康巴士服务用预约制，去年比前年加将近2万座，预约失败人次也增加到将近3万座。而且用无咧用的车有10台，无达到汰换标准。审计处质疑车的供应不够，调度不好，实际上连电话拢歹卡。很多朋友陈情反映，富康巴士的电话很难拨通，所以他们会发动亲友团，同步多人打电话。政府在长照政策上要更多的同理，市府也必须持续的精进预约这个机制，民众预约的这个失败的次数增加，确实反映出我们预约机制需要再做调整哦。桃园新村长的人数差不多9.2万人，中重度智障视障者是主要使用族群。目前登记会员8500人，常常使用是5600人。2022年，复康巴士服务34.8万座，2023年成长到36.7万座，2024年顶半年也达到19.17万座，可能会个创新高。大概经常使用的这个人数，从前几年这个4000多人到5000多人，然后这个订车的这个数量跟那个趟次是不断的增加，每年大概平均都增加2万多趟次。消费局表示，疫情转去了后，去年复康巴士需求比去年增加。今年开始，营运车按算为183台，会增加到190台。各规划整合南北区车的排班加派车系统。
统计排定民众的停车路线已经提悬，有效成功率是97%。后续也加强检视甲评估备用车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监察院报告指出，讲高雄轻轨对2017年9月份到去年底，计共发生63件的交通事故，认为讲轻轨的防护效果是无介理想，运量嘛无达到计划目标。市政府是回应表示，讲轻轨运量已经有在提升了，卖来加强防护。高雄轻铁登月的时阵，弄着店家的护线紧急停落来，加载无人员伤亡。5月嘛发生3件交通事故。监察院调查报告发现，高雄轻铁为2007年9月到去年底发生过63件交通事故，其中有3档事故为3件变成是22件，发现这个频率是非常的高，嘛互监察院质疑着轻铁防护的成效。大陆是他的啦，就是我家的啦，比较没有注重那个公共安全啦，就有那个轻轨来会叫的那个灯啊，还有呢，就蛮多警示的标志的。乘客认为轻铁的事故频率算高，毋过甲用路人习惯有关系。市府即时回应，除了轻铁驾驶入路口的时阵主动减速之外，路口优化改善嘛持续咧进行，亲像是伫路口要装饰着声光号志等等，加上科技执法来减少违规。轻轨驶进的时候会有这个声音跟灯光的提示，路面的警示灯有增设一些相关的可变的资讯 CNS 的这些辅助预防的这个设施来提醒用路人注意。那这个系统成员其实也并没有很久啊，摩托车的老人家骑在路上，或是他这些指示标志，他可能都看不懂，他不知道在那路口他要怎么样骑。专家认为，想要让轻铁防浪的频率变低，恐惊到一寡时间，因为今年1月轻铁较全面通车，对着路口防浪的新标线也是相关规定，嘛需要时间让用路人习惯甲适应。运量嘛是同款的概念，大众运输的使用习惯需要靠时间来培养，但是建议轻铁伫每一站会当加上活动来增加人潮。记者王丽婷、林昭宽个报道。心脏世界病人每期拢需要换心脏，也毋过咱国内器官是真恶蛋。台大病院是表示讲有将近100个病人使用居家型的心室辅助器来暂时取代心脏的功能，毋免住院伫厝地当正常来生活。用上久的病人已经使用超过10档咯，佮通出国去佚佗。医护人员准备加2个为赵先生庆祝钟声，因为50多岁赵先生2013年9月时阵急性心肌炎住院，咧等心脏移植，后来因为病情恶化，致使急性心脏衰竭，最后选择家己开500万安装骨架型心室辅助器，到即马将近11年，毋但病情稳定，阁常常出国旅游。赵先生也加做目前国内使用心室辅助器上久的病人。我听说是有一颗心啊，但是那时候是没办法 match 到我的身体，所以就没办法，当时没办法马上移植，所以就先装这个机器。负责治疗台大医疗团队表示，造成心脏衰竭的原因真多，也是所有病人拢适合心脏移植，能暂时使用骨架型做心室辅助器，等让病人有重生的机会，毋免住院，也回去社区正常生活。台大病院过去30年来，骨架型心室辅助器的个案数已经将近100人，年岁上细汉是10岁，其中有29人伫安装心室辅助器期间接受心脏移植。为自2018年开始，健保也有条件将骨架心室辅助器纳入给付。移植今天装10年以后，一半会死掉，因为不管是排斥或是感染，而且移植以后你必须要吃抗排斥，要吃5-6种药物。但是如果装上心室辅助器，你只要吃一种很简单的抗凝血剂。根据器官捐赠医师定律，甲病人自主推广中心统计，目前咧等器官移植的病人差不多1.1万多人，其中有344人咧等心脏移植。不过平均每年心脏捐赠只有干那80例，所以院方希望骨架型心室辅助器应提供心脏衰竭的患者另外一种选择甲希望。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伫2005年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卫生福利部上新的调查发现，讲65岁以上的时代，嘴喙无牙比例是超过11%。大概咱国内有50万的老大人拢无喙齿。台北市的齿科工会是表示，讲南部的时代状况是比北部更愈严重，政府应该爱重视。
丁阿伯是哪拍节奏，哪分口琴。伊讲，伫66岁迄当顶排喙齿拢落了，只好斗假喙齿，互伊咧分口琴的时阵，喙齿拢会去拍着假喙齿，分开是真无方便。66岁开始戴假牙，戴全部上面了，包括清洁、讲话各方面都不太习惯。尤其吹口琴更不习惯。另外一位90岁张阿嬷，伊讲伊一天洗3届喙齿，而且一届拢洗30分钟，互伊的喙齿到搭拢是真痒，补物件嘛真正常，食物件拢无啥物问题，身体自然是真健康。你一天洗喙齿洗几届？洗3届。阮两个后生吼，食物件平时。食比我较少。皱齿无喙齿，食物件无方便，一直是台湾时代上大的困扰。根据卫福部的调查，65岁以上的时代无喙齿的比率有11%。以全国老人人口来算，等于国内有50万的老大人无喙齿。医生表示，为着要推动80岁老大人有20粒喙齿，齿科专联会有推动到处服务。台北 CIS 工会的立场，就我们也在积极配合台北市的卫生局，在推广。我们在整个大台北地区的医疗的环境是一个无障碍就医，行动不方便的患者没办法出门的，只要符合规定，都可以透过我们全联会的申请来分配到宅医疗服务。医生表示，北部的时代较少有落喙齿的问题，会定时检查喙齿。不过中南部的时代落喙齿无正常清洁假喙齿的状况就较严重。齿科工会嘛鼓励齿科医生、医学院的学生会当利用hiệu率去偏乡看诊，提供服务，补充医疗的落差。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台南护专为着要提升学生囡仔的台语能力谈hiệu率，校长带老師佮學生做伙去台語版本的護理教學影片，咱做伙來看覓。消毒由内面向外，安尼洗过。护理师当咧甲病人消毒手指头啊，再搁摕彩绘针甲血糖机来确保病人的血糖敢有稳定。话讲掠准这是病院，不过这其实是台南护专拍戏场景。校长带头变装，假做护理师，插学生伫休热期间到顶翕台语护理影片，运用校内临床机能中心的器具，全台语来解剖拍痰甲脾胃讲的流程。拍这个影片其实嘛是有帮助的，因为会当知影讲拍痰的，就是要安怎讲啊，要安怎卫教啊。台南护专会当来支持这个护理台语，我感觉足欢喜。新生这吼，就是要规个拢会当做全国的迄个台语的推广，会当互这个咱的护理的品质搁愈好。啊，毕竟咱台湾人爱讲台语吼，这是咱足重要的代志。学校发觉学生伫临床实习的时，拄到专有名词也是听雷。为了提升学生的医疗台语能力，校方才有拍影片的想法，希望通改善学生参病人的关系，嘛会当减少误诊的风险。实际去病院行一转，新台病院医生指出，伫南部的门诊内，将近80%拢用台语来沟通。你讲国语其实嘛听有，其实讲台语伊可能听得较清楚。第二个就是讲，伊会感觉较亲切，会感觉讲这个医生较会关心伊安尼，讲的伊也听有，以后台语要安怎讲较专业？台南护专嘛请台语专家一句一句来指导。校方表示，课程袂当干那有医学英语，嘛要有台语版的，互未来整个医学界照护品质愈来愈好。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北半球热热人天气非常的热热，南欧、中欧温度拢冲破40度，咸洛西亚拢出现35度，是100年来上高温哦。民众嘛有各种的办法来度过热热人，咱嘛做伙来了解。西班牙首都马德里，29时阵看到公车牌的资讯荧幕，显示即卖温度是摄氏47度。南部安达卢西亚驻地区的旅游景点埃斯哈，正中昼时阵日头正险，无论是大车路也是巷仔，拢无半人，大家拢匿伫个厝内。伫咧同一个地区的阿拉尔店是完全无共款，当地有300多位老阿嬷。用2000外球的碰西线，手工编一个彩色的掠日头的布棚，挂起来了挡日头，互大家散步时阵袂拍到日头较凉爽。伫巴尔干半岛的克罗埃西亚，亚得里亚海海水的温度增加到破纪录的摄氏30度。较有名的旅游景点杜布罗夫尼克的游客为了要闪日头，
伫日头落山了7-8点才来耍水。伫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拄着8年来上恐怖的热天气，温度超过摄氏35度的时阵，收藏真侪欧洲艺术作品的普希金博物馆，这嘛伫咧杀19世纪到20世纪有名的欧美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展览，甲大家讲透过印象派来代替热天气，会让来温度甲湿度拢控制甲真好的博物馆纳凉。展览的第一天，预约的票伫8点钟久内面就拢抢了，风声传开了，这嘛每天数量有限的预约票，开始了2-3分钟就抢了。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下晡晡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咱再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公司台语台暗时10点开始，互你掌握现处时的台湾。我们想要让小朋友有一个环境教育也好，或是所谓的拜一到拜四，台湾新干改。东西是从哪里来？你看阮这骹拢较长，因为这是现实的品种。拜五文化小放摊。迄个时代，这款的物件呢，敢若贵族还是好人，伊才买得起。想要对着时代，就爱来看公司台语台。是定定，害你来杀我，为什么？做着你气氛如风传播。